當我哋靜落嚟去思考金錢對我哋嚟講嘅意義，我哋要明白金錢係一個工具，去換取我哋想要嘅體驗。靈魂嚟到唔同嘅時空，佢哋最想要嘅係多姿多彩嘅體驗，而剛好喺地球上面有一個金錢嘅系統，我哋需要用金錢去換取唔同形式嘅體驗，去換取生活所需。某程度上，金錢係地球生活嘅一種語言。你點樣用錢，就等於你向人去訴說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，你追求緊啲乜嘢。富有嘅意思唔只係代表金錢本身，而係識得享受豐盛。豐盛可以由唔同嘅形式去體現，包括美好嘅物質生活、美味嘅佳肴、刺激嘅玩意、遊歷世界嘅旅程等等。我哋用金錢去換取呢啲體驗，唔代表我哋亂使錢、大花筒，因為金錢嘅目的就係要嚟換取體驗。金錢冇被好好運用嘅話，係唔會體現到佢嘅價值㗎。而如果靈魂並冇想要嘅體驗，咁我哋投身人世亦都會失去意義，靈魂會覺得枯燥無味。而家我哋就揾一個安靜而不被打擾嘅地方，靜落嚟。你可以舒服咁坐低，或者盤起雙腿，雙手放喺膝頭上面，合埋眼睛，我哋一齊做一個吸引金錢同埋豐盛嘅冥想練習啊！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。金錢係我嘅好夥伴，可以令我滿足喺地球上面嘅需要，讓靈魂有好多唔同嘅體驗，豐富靈魂嘅旅程。我唔會懼怕去運用金錢，我明白到用咗嘅錢唔等於失去，運用咗嘅金錢係要嚟換取靈魂想要嘅體驗，豐富我嘅人生。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。我有能力去運用金錢，我就有能力吸引更多嘅金錢嚟到我嘅身邊。我希望為我嘅靈魂帶嚟多姿多彩嘅體驗，全個宇宙都會協助我完成。我而家要開啟所有金錢進入我生命嘅渠道，解開所有對金錢嘅限制信念。我歡迎金錢進入我嘅生命，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。金錢會有好多意想不到嘅渠道進入我嘅生命，令到我靈魂嘅體驗更加圓滿。
我而家要開啟所有金錢進入我生命嘅渠道，解開所有對金錢嘅限制信念。我歡迎金錢進入我嘅生命，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。金錢會由好多意想不到嘅渠道進入我嘅生命，令到我靈魂嘅體驗更加圓滿。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多謝你花時間一齊提升意識，鬆綁對豐盛同金錢嘅限制信念。Namaste。